喂，有冇 MK 兄弟咧？仲講 MK，好柒啊！你當而家仲係海婷嗰陣啊？你就柒嗱，整啲嘢啦，有當大茶飯益你啊！我哋而家咧唔係重新定義 MK 咁簡單，爆寶夠型夠挫，跟唔跟？MK 型咧就係一個振興 MK 經濟嘅神級儲分計劃，用最貼地、最潮嘅方式帶 MK style 贏出國際，令大家喺旺角買嘢、食嘢賺錢最低調。下個旺角揸 P 人仲唔係你？加入我哋 MK 型，仲可以記錄低你每日嘅 outfit，排名越高，獎品就會越嚟越搭馬。獎品由你食咁多串魚蛋，誇張到送你直飛世界各地，差唔多時裝周都有啊！有得踩上 Met Gala 同國際巨星鬥型，下個企 Jenny 隔離嘅仲唔係你？嫌自己個 IG 唔夠型 ，MK 型會同 IG 合作，互相綁定咗之後就會開啟潮人雷達功能，可以瘋狂偷師，睇下其他潮流大師點樣將件老土 item 變成件潮物，仲可以直接撳入去睇旺角邊間鋪送翻嚟。當然，淨係齋買 fashion 嘢，儲分唔夠口。No problem， 我哋 MK 型仲有得玩 MK 百萬富翁、MK 火星文解碼等等嘅小遊戲，俾你盡情玩轉 MK 文化，務求成為最有內涵嘅型格 MK。坐咁多積分有乜用？梗係換你最中意嘅嘢啦！既然張師咁中意去旅行，我哋當然同 Asian Mile 合作，唔單止旺角買嘢有優惠，仲可以用積分換出大家中意嘅飛行里數，等你着住件 MK 衫周遊列國，將 MK 嘅魅力 promote 到國際。我哋呢個 MK 型計劃當然要用最型嘅方式去宣傳啦！我哋會喺旺角唔同嘅位置貼上 MK 型嘅 poster， 亦都會鋪天蓋地咁喺唔同嘅平台宣傳我哋 MK 仔驚驚嘅 MV。個個都知 MK 型最值得信賴，出資寶我哋頭誰敢來踩價 ？MK 仔驚驚，朗豪坊買靚衫我驚驚，太 charm 跌貨 MK 仔驚驚，用 MK 型買嘢我驚驚，快脆啲大路帶我識 friend， 仲有得玩 game， 但其實見到平得滯我會驚青 ，MK 妹驚驚，唔貼自己打個卡我驚驚。仔女嘅 attention， 希望鼓勵更加多人理解 MK， 接受 MK， 成為 MK。Show off 襯衫淨係得個 app 點夠皮啊！我哋每個月仲有 offline event 等住你 ，MK 祭典、MK fashion show 等等，俾機會有 MK 魂嘅大家行上舞台，展現獨特嘅 MK 魅力。仲有 Pixel 人仔喺旺角唔同地方俾你捕捉佢哋，打卡賺出額外積分，務求用最盞鬼嘅方式吸引大家嚟多啲旺角。旺角多咗人，旺角經濟自然 level up。長遠嚟講，我哋 MK 型唔單止增加張師對 MK 嘅歸屬感，承傳到 MK 文化，幫到旺角本土經濟，更加要令全世界感受到 MK style 嘅魅力同埋影響力，進一步吸引遊客，甚至帶旺香港旅遊業，最終達到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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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贏。Anyway， 有咗 MK 型，今次就唔會迷失在這場 MK 遊戲啦。喂，諗成點啊？一定跟啦！